你岌頭啊！哇！呢度咩地方咧嚇？而家發生緊咩事咧？大家睇到啦，呢度係好刺激啊！咁啊發生緊咩事咧？就係咧香港嘅歷史咧，香港嘅醫學服務歷史咧嚇。今日係一個新嘅，啱啊！大家見到你，你好。今日呢度發生咩事啊？冇啊！呢度係我哋今日係傳統和補充醫學國際標準化聯盟嘅順勢療法國際標準化研討會。咁啊，今日咧雲集咗世界好多唔同嘅嘉賓，有嚟自奧地利啦、意大利啦、英國啦、南非啦、中國啦，咁仲有好多嘅，都講唔晒，就係咁樣。咁都會係上台去演講唔同嘅主題啦，有包括係順勢療法喺外國喺 ICU 點樣運用啦，喺腫瘤點樣運用啦，同埋係器官移植上面點樣去配合啦。咁呢啲都有唔同嘅講法，呢全部都係外國運用緊嘅方法。咁我覺得係好值得喺香港咧係俾多啲人認識多啲嘅。點解今日對香港咁重要咧？因為呢個係一個國際性嘅大會啦，咁未試過啦。係啊，上海都中藥大學都有人落嚟啦，咁我哋都希望即係能夠好好咁樣推動順勢療法啦。正如頭先都有人同人哋溝通講到，我哋好希望咧早日將啲資料整理好啦，咁標準化好佢啦，咁亦都會咧係希望咧就推動好好咁樣立法咧，因為喺世界上係已經好多個國家，一陣我都會講到，順勢療法係納入咗佢哋個國家醫療體系嘅。咁我覺得作為中華地區，我覺得由香港嘅咁一個咁華洋雜處嘅地方，應該係早日註冊嘅，就係咁樣嚇。今日註冊立法監管係好嘅，就係咁樣嚇。哇！你就嚟開始啦，你要上去啦，唔好阻你嚇。OK， 好，得，多謝長哥。唔使多謝，好。一陣間聽你講。嗱，大家睇到啦嚇，呢度今日嘅會場啦，有幾千人嚟齊呢度，好墟冚咯。咁啊，即刻就開始㗎啦。咁啊，喂，我哋覺得咧嚇，香港有機會辦到一個咁樣嘅即係盛會咧，係歷史性嘅，好難得，非常之榮幸咯。因為咧，我諗識我嘅人都知道啦，越嚟越多人覺醒啦，就係西醫嘅霸權啦，喺香港已經係好長嘅時間，我哋已經係好凄慘。嗰啲其他嘅療法咧，佢哋要叫佢啲做乜嘢另類療法啊咁，其實呢啲先至係我哋最自然嘅最正確嘅療法嚟噶嘛。咁啊，而家咧呢一個會咧可以打破咗呢啲咁樣嘅即係壟斷咯。咁由今日開始咧，大家今日咁多人嚟到聽到今晚講咁多嘅嘢咧，佢哋籌備咗成1-2年㗎啦，一路話今晚3月15號晚咁咧，我哋覺得即係等咗好耐，好開心睇到咧終於咧喺香港呢個地方。呢一啲喺過去本來係100年前喺全世界咁主流嘅一種醫療方式咁啊而家咧就終於唔會再俾人哋邊緣化咯。咁啊大家可以睇到咧有咁樣嘅環境，咁樣嘅氣氛咧遲啲咧長哥會係希望可以逐位捉住啲專家嚟訪問嘅。大家敬請留意下，我哋而家要開場啦，所以咧就係遲啲再同大家報道。呢度係灣仔嘅新醫館，今晚咧阿長哥成大班人咧嚟呢一度等住聽咁多位專家同我哋講，其實順勢療法喺醫院啦，喺各方面咧，而家已經係全世界做緊好多嘢噶啦。咁大家遲啲咧就多啲睇阿長哥嘅 YouTube片咧，你就會得到詳細嘅資料。佢哋問今晚會唔會有直播啊？唔好意思係冇啊，佢哋冇安排嘅。不過咧嗰啲內容咧，我相信遲啲咧阿長哥都會用呢方式同大家報導嘅。好多謝大家嘅睇，拜拜。